航拍機越嚟越多人玩，因為操控夠簡單，有唔少高科技輔助飛行，甚至可以用手機加專用 app 玩遙控啊，減少撞機。但新一代嘅航拍機加入咗自動追蹤目標同埋迴避障礙物功能，幾乎完全唔需要學點樣玩啊！只要喺起飛嘅時候喺 app 畫面揀好屏幕上嘅目標，系統認好之後就會顯示 OK， 之後就會自動追拍㗎啦。由於機身會同目標保持一段距離，就算控制佢飛埋去都冇用啊，但就可以輕易做到打圈飛。另外，機身前邊仲有個感應器，有障礙物嘅時候就會發出警報同埋自動停機，新手都可以控制自如㗎。